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回到永光的大家庭，一起来敬拜上帝。不久我们礼拜就要开始了，邀请大家将手机关机，或是开作飞行模式。谢谢大家的配合。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非常的高兴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回到我们永光神的家，在这个圣殿里面，我们要来大声的敬拜他。阿们！阿们！好，我们看到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为什么我们要插上这些的树枝？好，请问这个树枝是真的还是假的？看一下。真的。真的吗？真的。那上面的额木的小朋友说好像是假的。好，棕树，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插这个花饰呢？这个棕树2000多年前的今天，耶稣呢，他要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好，我们都注意来听好吗？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就是这一天。然后呢，耶稣呢，他要进耶路撒冷城。他要进耶路撒冷城去做什么？去 shopping 吗？不是，因为耶稣知道那个圣经的预言，当耶稣呢进耶路撒冷城，他准备要被受审判，然后被钉十字架，就在礼拜天。耶稣呢，他准备要进耶路撒冷这个城的时候，耶稣就跟他的学生说：“你们去把那个小驴驹牵过来。”学生就跟他说：“在哪里呀？”耶稣就跟他说：“就在那个村落那边，你会看到一头小驴驹，它会绑在那里，然后你就把它牵过来。”学生就说：“啊，那个别人的小驴驹，我怎么可以随便跟人家偷牵人家的小驴啊？”耶稣就跟他说：“主人问你的时候，你只要跟他说，我的主要使用它。你跟他的主人讲说，我的主要使用它，他就会让你牵走。”果不其然的，他的学生就往前走的时候，看到一个村落，果真的在一
一户人家的门口，一头小驴驹就绑在那个树干上。他过去要牵那一头小驴驹的时候，主人真的过来，你为什么牵我的小驴驹？你是小偷。他照着耶稣跟他说的，我的主耶稣要用他。这个小驴驹的主人就说：哦。结果呢，耶稣呢就骑在那个小驴驹的身上，然后他们就进了那个城。那个时候很奇妙的，许许多多的百姓都围过来。到底是谁叫他们来的？是不是耶稣先去用 LINE 跟他们讲说：我大概几点要到耶路撒冷，大家都通通集合？没有，耶稣没有告知任何人这样的事情。然而一大群的人就很自然的就集合在那个门口，并且他们都拿着这个棕树枝。这个棕树枝在以色列代表的就是欢庆、庆贺的意思。所有他们在一个欢庆的季节里边，然后他们在庆贺谁的时候，他们就把手举起来，然后拿着棕树枝，就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欢呼欢呼。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呢，在庆贺人家会拉炮或掌声一样，是。而这个就是他们欢庆的代表。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走道上面有这个棕树枝，就是代表我们要欢迎耶稣在我们当中。所以他们就喊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是希伯来文，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快来拯救，来拯救我们，快来拯救。这个就是希伯来文和散那的意思。所以他们就说奉主名来的应当被称颂，奉主名来的应当被称颂。连小孩子他们都这样，是。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衣服铺在这个地板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要来这样欢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来喊和散那，和散那。我们等看看耶稣会不会来到这里，好吗？你可以把你的外套丢在这个中间的走道上面吗？好，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外套来把它放在这个中间的走。如果耶稣要走过，你愿不愿意让他走过？阿们吗？是的，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中间来。哈利路亚！我们真的渴慕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我们用我们的手代表，这是我们的手长得也很像棕树枝。好，我们来喊和散那，和散那，好不好？和散那，然后奉主名来的应当被称颂。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应当被称颂。我们来讲一下。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应当被称颂。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呼喊，我们看耶稣他会不会有耶稣进到我们当中，好吧？哈利路亚！和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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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中间，和散那，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和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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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镜头，和散那，大声的呼喊，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声音是更高亢的，和散那，和散那，和散，奉主名来的应当被承受，奉主名来的应当被承受。我们呼喊的声音还不够，欢迎耶稣再一次来，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百姓都很高兴的时候，他欢迎他来做王。他以为他要来当世上的王，然而他是要成为神国的王。耶稣就进去，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开始被审判，礼拜五钉十字架。好，弟兄姐妹，牧师要邀请我们把我们的衣服可以收起来。你们的衣服都有了神的恩膏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因为我们舍得，我们愿意，因为我们爱主，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他说，
他说西安的主，你是赐福的，并且神透过我们在圣殿里的敬拜，要把这个福分，把这个平安分赐出去。阿们吗？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记得今天是棕树主日，和散那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我们来攻读我们的圣经，来我们的使徒信经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我们再来呼喊和散那，来，请。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奉主名来的，应当受称赞，应当受称赞。阿们。哈利路亚！耶稣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用喜乐的歌声和舞蹈来迎接他。阿们。赞美充满每个家，愿喜乐充满我心，愿万物都尊重耶稣，愿我们天上温柔，从高山上直到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里，让这歌声传千里。愿主真光照亮黑暗，让我们全心敬拜。愿主荣耀充满全地，让我们同声宣扬，从高山上直到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里，让这歌声传千里，从高山上直到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里，让这歌声传千里。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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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耶稣已经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忧闷、忧愁都要离开，在你当中只有属天的喜乐。阿们吗？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来拍手。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哈利路亚！跟我们旁边的人说，耶稣与你同在，每天都有平安喜乐。耶稣与你同在，每天都有平安喜乐。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的脸孔。
声音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声音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我们用双手举起说：“主你是配的，唯有耶稣配的。”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主定十字架，他的复活永远是世界历史上的头条新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心中，你对于耶稣他为我们定十字架，他的复活这样的大能，你的领受是如何？你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真爱能够分赐到你的家人当中，分赐到我们的同事朋友当中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要赶快让这些的外邦人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们要让他们听到这福音。神说在这个时刻庄稼多，但是工人少，然而站在这当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他的工人。阿们吗？阿们。是的，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要惦记我们的家人，惦记我们朋友，虽然他们在这个世上看似生活很不错，但是毕竟他们没有认识耶稣，那是一件永恒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带领他们，特别在这个幸福小组已经开始的时候，Best 开始进场，我们也认领了许多的弟兄姐妹。你有信心，
因为神已经在他的里面来动工了。阿们吗？阿们。我们要来祷告，我们求神说：主啊，你让我的家人来信主，就在这一年2025，全家归主，没有一个家人遗漏掉这救恩的福音。阿们吗？阿们。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的信主来祷告。我们代求部分为我们家人的信主来祷告。好，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找一个，我们要来 RPG。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使用神给你的权柄，祷告的权柄，呼求的权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会的带不会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家人还有许多的，甚至是迷途羔羊。主啊，主啊，我们呼求你，主啊，他们要看见你，他们要领受到你。主啊，我们的家庭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晚辈，主他们未曾听过福音。主啊，你纪念他们，就如同你纪念我们一样。哈利路亚！主，你要祝福在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是充满了从神来的恩典的话语来邀约他们，你就必动工在他们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是的，你的灵来充满，垂听我们的祷告，圣灵大有运行，在运行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圣灵，当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你就必回应，必垂听，并应许，就如同你应许耶稣，在耶稣基督里的一切都是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主是你充满了奇妙那个爱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你愿意把你的手高举，把荣耀都归给神吗？哈利路亚！当我们高举双手的时候，世界的人都要被耶稣基督所吸引而来。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我们请这边的人来唱。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来换这一边的弟兄姐妹们。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一起敬拜他，唯有他配得。哈利路亚！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
圣灵他运行，从你头上到你的脚底，圣灵都充满你。阿们。阿门。你所带上的每一句的祷告，你纪念的家人，神都听见了。你纪念他，你都纪念他，何况是我们的主，也必纪念他。阿们吗？阿门。我们等着，等待，等着，他一定会来信耶稣基督，他会成为神的儿女。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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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要再来一次的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应当被称颂。预备好了吗？右手预备好了吗？1、2、3，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应当被称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大家请坐。恭读圣经，经文记在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44到46节，我们一起来恭读，请。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圣经恭读到这里，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潘牧师。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经历里边呢，都有你跟神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关键。我们看到这个棕树，然后后面不是有一个拱形吗？有没有？是这个都需要有同工，他们愿意然后来负责，然后也把它可以弄这样拱形呀。是，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有非常多的人才。我们还记得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最深的印象在交谊厅圣诞节的布置有什么？你们有看到什么？牧师问一下，还有印象吗？马槽，哦，有马槽，对不对？还有什么？灯光呀，有几道灯光？啊？有几道？好多吗？哈哈，好，等一下几道我也不知道。好，然后还有看到什么？十字架在哪里？吊在天花板，对不对？哎，现在还有吗？还在吗？不在，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是，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同工，然后他们愿意摆上这个时间，然后呢把它布置起来，让我们能够随着季节，然后跟耶稣在圣经里边，我们就互相呼应。所以节庆很重要，就如同今天的棕树主日一样。这个拱形的呢，是我们豆豆他带着团队，然后一起来插花。是还有这个拱形呢，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拱形？他特别拜托我们的建宏，让他来把它架成拱形，这样才不会你们进来的时候都会被那个棕树枝呢弄得满脸头发都乱掉了哈。所以有没有很漂亮啊？是，今天一进来有没有很特别的感觉？是，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请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设计家呢建宏来为我们来见证他的生命是什么样转换的。还有那一根十字架，他说他搬回去了，不晓得有没有把它丢到水沟里去。我们来听他见证。好，来再一次的热烈掌声，建宏。建宏，你是什么时候受洗的？你受洗3年了。我没有啦，去年12月。去年12月，所以现在还没满周岁。哇，4个月的小 baby， 竟然可以在这边分享，来把时间交给你。谢谢牧师。对，因为我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受洗的哈。那其实，在受洗之前，其实我就已经有参加过教会的一些活动部分，包含出游、小组的游戏活动都有。那有一天，我就那时候大家就一直希望我来受洗。
可是那时候我很铁齿，哎呀，没那么快啦，等慢慢等，然后就紧掉，对不？嘿啊，对不？我们都要跟那种哎，对，所以很久。那后来有一次，我们就因为我在打保龄球，我就约我们那个教会弟兄，我们就一起去打保龄球。那时候我想说，这一群要么不就是20年没打球的，要么就是刚打新手。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谁要是有办法连续6个叉，你们知道3个拳倒就是1个叉，对不对？你们谁能够6个叉，我就受洗，好不好？那我扣你嘛，对吧？怎么知道？谁知道？过了几天之后呢，会员干事传了一张照片给我，6个叉。我说这怎么搞？怎么会有6个叉呢？你们知道这6个叉怎么来的？那时候刚好台风天，有没有？台风天那个，因为我们玻璃都要防护嘛，贴那个叉胶带嘛，刚好6个叉，不多也不少。我那时候想说，真的要这样子吗？我还在很犹豫哦。那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手机里面有个 APP， 那个荒漠甘泉，我也常看这个来跟神对话的。我想说，我就故意问耶稣，耶稣，你真的要我受洗吗？我很皮哦，我不一定很乖哦，还有对啊，你要让我相信你，你总要让我看到你吧，对不？那时候我就看了我的 APP， 看了，是耶稣他上面讲的，你想要看见神，就必须花功夫等候。我说哦，那我就等一下嘛，好不好？那个后来在我受洗前1个月，就是在11月的时候，我们知道古代岳飞精忠报国那个岳飞，他有12道金牌。今天我有耶稣的3道经文，我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一天我收到，连续3天哦，各位，第一天。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信徒啊，你是不是正被神的镰刀修割？不要怕镰刀，镰刀的背后必定有细雨跟着。我那时候我问牧师，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现在正在被神给雕塑着，捏陶土了没有？雕塑着。第2天我收到了一张早安卡，在上帝眼中你就是独一，压力越来越大了。第3天我收到了一个，神需要一般人托付的人。神知道你能忍受多少，他不会将你所不能忍受的试炼加给你，他教你经过试炼，是表明他信任你，所以我受洗了。对，好，我在受洗之后呢，因为我还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异象，但是我脑海里面常常偶尔会有一些感动出来。像各位刚牧师在问我那个十字架跑去哪里了？在我的仓库，我的仓库在泸州那边。那跟各位讲，我的仓库隔壁就是一间公庙，一间公庙。对，那时候我原本是把它放在我角落先放着，先收着了那因为我最近在上门徒班，第1堂课而已，我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你十字架挂起来呀。我说挂起来好啊。然后说你要挂在那个地方啊，他跟我指定位置因为那个倾向我很清楚，就是挂在指定位置我说好了，那我就去把它挂起来。那因为我是在做活动，我在办活动的部分，其实每一年的3月其实大概都是我的淡季。业绩会比较差一点。那时候我就有做祷告的动作。那我 RPG 我也叫我们小组来帮我做祷告。各位，我上个月的业绩成长了1倍以上，直接翻倍了。好，对啊。最后呢，那最后我跟各位来分享一篇经文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17节，他提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我现在呢，也真的体会到神让我从旧的生命中走出来，开始一个新的旅程。感谢主，阿们。谢谢各位。我要不要借你用一下？要不要借你用？我牧师要借你用。太厉害了，难怪他是万事通。对，他的公司就叫万事通，他刚来我们教会，我就心想这个人，要受洗真的不容易啊，比那个骆驼穿过什么针卷更不容易，不是吗？他不是所谓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才敢自己的公司的名字叫做万事通家。那我就很好奇，就说哇，你的工作是很特别因为很多时候是要从无到有所以公司要的，他也许只说这个交给你了，他就是要从没有到有这样。所以他来我们教会，我们想说，这个万事通如果能够通向神的话，那他在设计在服事上，他会得神很大的祝福。所以感谢主对，就这样一路走过来。因为真的他每一个心思意念到教会，虽然说
哪可能？不可能那么快的，对不对？再给你看一下，写不可能3个字嘞，啊不，你别撞。对，但是在不可能里面，我们就发现神就不断自己引导他，让他对神的话语有感动，那就对了，对不对？当你对神的话语有渴慕、有感动的时候，那就对了，因为是圣灵亲自对你说话。所以感谢主啊！当他来上成长班的时候，我想说这个顶多就到这里吧。没想到他现在已经进入了哪里？门徒班了哦，好，而且他渴慕的心他对于不了解的，神给他有智慧，勇于问哦，这是很棒的啊，所以我们常会被挑战呢，但是是一个很好的，从信仰里面来看，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包括他教会请他来设计这些就是比如说去年的圣诞节到旧年的过年，对不对啊？他都会直接跟牧师我说加个 line 啊，他说这个可以不可以？我说这个不行哦，好这个龙可以不可以？我说不行，在教会没有龙哈。如果用圣经来看龙这个东西，教会好像不是跟教会的信仰是正面的，不是正面的哈。等等这一切，我就感受到说，对一个被神所呼召的人，神有他自己的方法在带领，阿们，并且让他亲自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就非常的敞开了。所以我们感谢主，看到建宏他生命的改变他在基督里面的柔软真的是超乎我们所可以想象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阿们。再次谢谢建宏今天跟牧师一起在台上，还不到1年呢哈，对，半年12月嘛对，所以我们感谢主在生命有见证的，我们都巴望你们都可以在这里为神诉说他奇妙的作为，阿们。感谢神，因为永光教会是一个神机骑士的教会，阿们。跟隔壁说，我们是神机骑士的教会，来，我们是神机的教会，阿们。最大的神机就是人的生命转向神了，阿们，成为新造的人，这是极大的祝福哦。感谢主OK， 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感谢主那我们有跟着教会的读经的速度在跑吗？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跟着感谢主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上次牧师有说，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耶稣的门徒马太，原来叫做税吏的利未，对不对？那很特别，在整卷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唯有马太福音重复了32次，而是唯有的是在记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专有名词，叫做天国的君王。我们说天国的君王，对。那我们就看马太，他用天国的君王的角度来描述耶稣基督他在一生当中的足迹。所以我们看从君王的出现，就是第1章到第4章，然后4到7章是君王的一个宣告上个礼拜我们所读的，对不对？天国的伦理福分他如此的宣告。然后8到11章在描述的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国降临的时候，那能力就下来，阿们。那11章到16章就是谈到这位君王被质疑因为跟以色列人过去历史所巴望的那位弥赛亚的呈现，他们觉得好像格格不入，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他们不晓得
以赛亚所描述的这位君王，其实是卑微的，是卑微的。他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跟现实的状况落差太大了。他们认为不可能，怎么君王是这么来到世上呢？对不对？然后呢，在16章到20章，这位君王对他跟随他的门徒有很好的装备哈。最后我们就看到，就从我们的这个棕树主日之后，我们就看到哇，整个君王被遭拒绝，最后从死里复活来明证他就是天国的君王。所以我们再继续读马太福音，我们都可以一脉的看见作者他在陈述，让我们明白，认为明白的这一位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就是天国的君王。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我们一起要从藏宝跟寻求的寻租哈，我打错了哈，第一堂还没看到哈，不是寻求哈，是寻租的比喻。我们一起来思考天国的信念与价值哈。OK， 你跟隔壁说，我们的眼光可以看透万事的，阿们。对，如果你是天国的子民啊，你的眼光就用天国的眼光在看这地上的事的时候，你就会看透万事，因为这是神应许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护庇给我们的，阿们。所以愿神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来了解。OK， 好，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所呈现有关天国的信念跟价值是什么呢？那我是提出信念、态度、价值观这3样的东西，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常会提出哈。那牧师就很好奇，怎么样去分别这三个专有名词呢？那信念是什么？信念就是对事情的看法。好，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那是比较概括性的哦，概括性的哦，不是很主观的，可能这大概是这样概括性的。而这个呢，是会受到你个人的经验，以及你过去的教育以及文化背景、生长的背景所影响的你的信念哦。好，如果你是从基督徒的家庭成长起来的，也许你的信念就会清楚说，基督教大概是什么东西，基督的信仰是什么，你有这个信念哦。那态度又是什么呢？态度可以说是对事物的一种的评价。那这个部分是会受到我们的信念跟价值观的一个影响哈。你对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太喜欢，你很自然的会表达出来你的态度，对不对？好你觉得格格不入的时候，这个不是我的 style 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怪怪的，有没有？那是一种的态度，很自然的会流露出来是比较具体的哦，是比较具体的。好然后呢，价值观又是什么？价值观可以说是对事物的先后顺序的一个评断这就更主观喽。好，就更主观。如果你的价值观是什么的话，比如说牧师常会说的，有的人对喜欢食衣住行各个我们所着重的不太一样，对不对？那如果你喜欢打扮的话，你就会着重在你的穿的东西，对不对？你的打扮的东西因为这是你的价值观给你的，你觉得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是要给人好看，对不对？要给人面子当然这是也要让自己觉得这就是我所呈现出来的那如果有的人比较注重吃的话，当然有2个方向，有的比较重吃好一点的，但是有的人是注重健康的，有没有？这个跟你的价值观有直接的关系OK， 好，这一些都跟你的信念跟你的态度都有直接的影响。那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了解，说一个人的信仰，他觉得一个人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价值观哦。好，你觉得你在生活里面，有的人觉得哎，这个信仰啊，都是叫人劝善的，有没有？那他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子咯。他对信仰的评断就是这样。他在信仰的优先顺序里面，可能他把信仰放在后面。好，但是如果一个人觉得哇，一个人的信仰非常重要，这关系他的整个生活所呈现出来的不会受到外在的影响、大环境的影响太大。哇，那表示他怎么样？在他的价值观里面，他把信仰放在前面。我说的这个信仰不一定只说是基督的信仰哦。OK， 好，那训练是什么？哇，如果他觉得说，哎，基督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呢就会认为说，哎，对呀，如果你很注重这个基督的信仰，那你在祷告啊、读圣经啊、礼拜啊、小组，你就应该怎么样？要用心一点哦。这是一个信念，但真的有可能活出来吗？不太一定。有这个信念，我说那是很概括性的东西。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每次礼拜牧师在上面都是讲这一些，不是吗？大家都知道，这是信念。但是呢，态度就很重要了，是不是真的持守主日礼拜？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99%都是这样子的。哇，小组聚会啊，读经祷告啦，甚至培育的课程都跟得上。哇，这表示这是呈现了你对这份信仰的态度。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基督信仰的信念，觉得这是很棒的，有这个价值，会把它放在前面以外，更重要的，你要把这正确的态度跟行动表达出来。那这个信仰才不会烙在你的思想里面，而没有放到你的心上。这是关键，阿们。这是蒙福的一个关键哦。所以愿神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好好的再来厘清我们对这份信仰，你所执着的信念是什么？你的信念，这个信念是从哪里而来给你的？是从你的父母吗？还是你的最好的朋友？还是你哪一位老师？还是公司的老板给你的这个信念？还是从基督的信仰，从圣经给你们，从教会给你的？这个是一个关键。然后你会把它化为你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是怎么排的？这个就看你对这信仰的价值观会定你的前后顺序。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呈现的部分哈。所以你跟隔壁说，信仰要生活化，生活要信仰化。来，信仰要生活化，生活要信仰化。什么叫信仰要生活化呢？意思就是说，信仰不能只放在头脑里面，成为知识而已，把它化为到你的心里面去接受、相信，把生活活出来。阿们。信仰一定要活出来。所以我们常会说，信仰重要的是关系，有没有？什么叫关系？就是跟神、跟人、跟自己、跟属物质的一切的关系。而这关系是什么？就是把这份信仰活现在你的生活里面。那生活要信仰化是什么？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有不同的区块，你不能把你的信仰只放在教会这个区块。你应该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区块都要把这信仰活化出来，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不管你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公司工厂，或者学校，或者你所有的社群，这一些的东西，这些的范畴，不同的范畴里面，你都应该在每一个生活的关系领域当中，都要把基督的信仰把它活出来。那了解吗？哇，所以这是基督徒你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去面对的。所以今天牧师就透过耶稣所说的比喻，藏宝以及寻珠的比喻，我们一起来了解天国的奥秘。他所谈到的是信念
以及他的价值观是在哪里哦。OK， 耶稣在13章，如果你有跟着读，这是13章，就是礼拜六的所读的经文喽。在13章里面有提到7个比喻，就是撒种的稗子、芥菜种、面酵、藏宝、寻珠跟撒网，有没有？哇！耶稣为什么用这么多的比喻在陈述、在表明天国呢？因为天国是奥秘的，天国是奥秘的。天国如果不是神亲自跟我们显明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了解，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活在天国里面，没有办法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耶稣想尽办法，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摄取得到的、认知得到的、摸得到的、看得到的、听得到的，用尽可能在陈述，让我们来认识天国的奥秘。所以非常的特别哈。那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的比喻呢？圣经34节就告诉我们，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阿们。所以发明出来是什么？是把既有的能够把它呈现出来，把隐藏的能够呈现出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说，哇，这些科学家很多都是发明家，对不对？他不是创造家，不是，是从神创造里面既有的，但是被隐藏的，能够被发现出来，这就是科学家、发明家他们在做的事情。而神也说，这是要应验旧约里面神借着先知不断的在启示，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哇，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说，耶稣就说了，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那到底这宝藏是什么？这地又预表什么？这人又是表达的是谁呢？我们从这里可以大概来了解，因为耶稣在谈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里面，他已经有说了，哇，地就是指的这个世界哦，而这个人呢，是表达的是主耶稣。所以天国是什么？乃是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哦。而这奥秘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比喻告诉我们，它是藏在地里的，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把它怎么样隐藏在这世界里面的哦，很特别的。很特别的。而这隐藏的奥秘，其实在旧约里面，神就想尽办法要跟人启示，所以他就拣选以色列人，期待以色列人，神所特别拣选的子民，能够去了解、去体会这天国。这天国是什么？天国的奥秘是什么？然而我们看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的天国君王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被弃绝的，是被犹太人、以色列人弃绝的，所以呢，神就再次的把这奥秘继续的隐藏在这世界里面。哇，这是让我们可以看见这隐藏的奥秘，我们就称它为宝贝喽，是宝贝。而这宝贝所预表的是什么？就是天国，神创造一个最美好的属天的国度里面一切的，不管是属天的权柄或者能力或者福分，所有的一切，我们统称为它为宝贝。哇！所以这个天国的奥秘，只有天国的子民才能够懂，因为耶稣跟他的学生说，这奥秘对那一些不信的是隐藏的，对你们是表明出来的。很特别啊。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哈。那牧师要说一则故事，就是英国著名的科幻作家威尔斯，他是一个短篇的作者哈。那写了很多的短篇的故事。他有一则的
短篇故事，叫做《盲人果》。在这他盲人果的描述里面，就是一位登山者，叫做努略斯的哈。努略斯他登山有一次不小心就掉到山谷里面，而掉到山谷以后，他遇见了一群人，那一群人帮助他但是他发现这一群人都是盲人，都是看不见的，都是盲人。他们就很好奇，这一群人怎么是盲人呢？原来他们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就已经都是盲人，就是传承下来有这个遗传。他们好像在这山谷里面，遇到了一种的病毒什么的，让他们自己不止自己盲，他们的祖先也把这个盲眼的症也遗传下来啊。但是这个登山者，他就想尽办法要告诉这些盲人果的人，告诉他们什么叫看见。看见这个世界多美妙，多彩色，你们知道吗？那这些盲人果的人，他们会看见吗？他们可以体会吗？他们体会不出来。告诉他们世界多美妙，有了，我们听的真的是很美妙，虫鸣鸟叫的声音都知道多好，有啊，我们触摸都可以感受到这世界多美妙啊。但是告诉他们多么的色彩啊，色彩缤纷的世界，他们说骗笑。我的阿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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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从来没有知道什么叫做看见。哇，这个登山人就告诉他们，你看你们摸你们的眼睛好不好？眼睛有眼珠，对不对？这个是要让你们看见的，要看见，可以看见。这些人都觉得他莫名其怪的一个人都不理他。这个人后来想尽办法，就找到回家的路，就登山然后要回去了。但是他在半路的时候发现哇，有一则土石流，哇，这个土石流很快要崩溃了，而一崩溃就是这个盲人国所住的村落呢，哇，这些人可能没办法逃命，所以他重返回到这个村落，告诉他们的首领，告诉他们说，那个山上有土石流，快崩落下来，我看了好紧张呢，我赶快告诉你们，太危险了，你们可能要迁村了。他们的领袖说，你看什么？我们都没看到啊，我们也没听说过啊，我们的祖先都没有告诉我，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呀！你讲的那个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看见，也不信这外来者的谣言，所以不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位登山者，如果你是努略斯的话，你还有信心告诉他们，为了要救他们，继续怎么样？继续想尽办法让他们相信，你会做吗？也许很多人就会不管他们，既然他们不相信我，我就离开，是不是这样？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但是我看到这则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想说，主啊，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在幸福小组的期间，即便我们已经邀约了1201个人，即便我们出去街头布道，去面对了直接的40分钟，就可以向1000多人要跟他们谈福音，但是他们就好像盲人国的人一样，他们觉得你们基督徒讲的都是天方夜谭，什么天国没有啦，我们只有住在这里而已啦，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跟亲朋好友传福音的时候，也会跟这位登山者一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不是吗？因为我们所说的天国，对他们没有进入天国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跟他们说，看见这五彩缤纷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当他们还没有真的看见的时候，他们觉得你在造谣。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既享有这样的一个祝福恩典，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勇往直前的，不退缩的，
因为这是真的。我们讲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这是真的，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很乐意的把我们的朋友，把我们在街上所遇见的人，我们都乐意的跟他们说，即便1次、2次、3次、5次、10次，他们都还不信。但是你既然在这里面，你就应该说，主啊，怜悯他们，让我更有信心、更有毅力的、更有耐心的来传你的福音。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因为保罗如此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是的，就是这样子。我们既已成为得救的，这神的大能就彰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继续为这一些不认识天国的这一些神所创造的百姓，我们继续为他们来祷告，好不好？阿们。我们一起说，福音很简单，相信就可以来。福音很简单，相信就可以。对，即便你跟人家说这句话，他们也会说你说的是天方夜谭，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做好事积功德，你怎么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对不对？外面都是这样说，对不对？但是天堂是给有钱人奉献的地方吗？天堂是好心的人都一进去的吗？好像不是啊，好像不是啊。你看这个观念是属天的观念，属地的认为说你好人才有好报。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信就可以得救，相信就可以得救呢。很特别哈，很特别啊。所以愿神给我们再来看耶稣所说的，今天所谈的第2个比喻，是在表达显示天国的价值哦，很棒的。耶稣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很特别。你知道吗？珍珠是怎么样来的？珍珠跟其他的宝石钻石啦、玉啦是完全不一样的生产过程，对不对？因为珍珠是一种有机体的产物哦。好，那它是经过怎么样受伤，然后不断的一个生命的付出以后的一个结果哈。那这怎么说呢？因为珍珠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表达，在希腊文里面也有纯洁的一个含义。那为什么会说珍珠是一个纯洁的呢？因为从珍珠的产生，我们就可以来体会得到哈。因为珍珠是一粒沙进入到什么蚌壳里面，对不对？那蚌体里面，因为珍珠因为沙跑进去，会不会痛？就像你的眼睛，如果有一粒细沙进去，会怎么样？痛啊，会流眼泪啊，对不对？想尽办法要把它弄出来，对不对？那这个蚌因为细沙进去以后会痛，它就不断的分泌它的分泌物哦，就不断一层一层一层把那细沙包裹，不断的包裹。日积月累以后就成为怎么样一个纯的、很纯洁的一个珍珠呢？很特别哦。这个在表达什么？这是在阐述教会的奥秘跟价值。我们从这里可以好好的来体会、来了解，说对，教会的产生就是这样子哦。好，我们这一群原本是不配的。好，那我们这一群是在天国的国度里面是不配的，但是神为了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为了要爱我们，不断的用他的爱，用他的宝血，不断的包裹我们，不断的为我们付出，不断的，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在教会里面，我们依然还是不能完全，
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罪的，我们在四周有太多的诱惑，太多的让我们跌入到罪里面，是神不喜悦的里面。然而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就像这个棒蹄一样的，不断的用他的宝血来遮盖、赦免我们一次再一次的。而这个作为，我说这是一个极其奥秘的作为。这个作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而这百般的智慧，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隐藏的，而如今在新约可以显露出来，让我们明白，原来神天国的奥秘就是在教会当中来建立属于他的国度，那是很特别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因着我们是微不足道的细沙的细沙，然而进入到教会里面，耶稣基督不断的包裹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体，成为属基督的身体。这身体是荣耀的。阿们。所以我们说，我们永光教会是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的由来就是这样子。阿们。好，我们一起宣告来，永光是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对，就是因为由来就是从这里而来。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去体会。我们最近如果你有股票，手中有股票的，我相信这几天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你的心脏你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对不对？心脏会跑出去，然后又弹回来，对不对？全世界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别说别的国，就台湾就好，一天股票就怎么样，掉了多少？2000多点那隔天呢，又一句话，怎么样？又拉回来，1600多点了，哇！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我在这其中在观察，我心脏是没有这样跳了因为我没有股票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我给他关注的一个东西他说，美国有一个计划，阿拉斯加的建管计划，而这个建管计划，他希望台湾、日本跟韩国能够参与投资在这里面。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只给我们买石油现在我们大概中油在对美国的买石油，现在比例有比较高了，几乎快到50%了。但是他不只是要我们买石油，他期待我们参与在这阿拉斯加的建管计划。那为什么阿拉斯加的建管计划跟我们有关系呢？因为这个建管的管路要有1300公里就是要把阿拉斯加的石油跟天然气能够借着这个管道，直接可以供应到东亚的地区，就是我们的国家之一我们就是国家这个地区的之一那我后来去看阿拉斯加它是美国第49州的第49州呢，而且它是整个美国所有的州里面面积最大的。它的面积有多少呢？算看看好了，172万3000平方公里。平方公里怎么说？平方公里就是1公里长的四方，对不对？它的面积有172万3000公里，那大概跟台湾大了47.6倍因为台湾我们整个台湾是
36197平方公里哈。那我就很特别去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啊，阿拉斯加这个州啊，在1867年3月以前是属于俄罗斯的土地呢。就在当年的3月30啊，他就卖给美国这么大的地方哦，47倍的台湾哦，卖给美国多少钱？720万元。那平均1平方公里是4.18块美元，有没有很便宜？我就给他换算，如果用这个单价来买台湾的话，你知道吗？台湾大概每一个人都买得起，大概新台币500万，对不对？对不对？可能有的人可能说，那我可以买10个台湾都可以，有没有？很特别哦，用这个单价来算，台湾的总面积只要美金15万元而已哇！所以有没有人后悔？谁后悔？俄罗斯当然是后悔啊！这个多久？其实离现在大概150-160年而已呢，对不对？150-160年而已哦，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活在天国里面，我们不晓得天国里面蕴藏的是何等多的珍宝，是无价的宝藏在这其中的话，那你怎么样？你就错失了神给你的机会，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拥有天国的珍宝，我们会这样像俄罗斯这样轻易的放掉吗？这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考。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说天父是我父爸，我岂能当乞丐，对不对？我一起来跟隔壁说，来，天父是我父爸，我岂能当乞丐？考验大家早上的第一场台语这个怎么讲？来，安娜，早上我想到的马上就转个用语，马上就很棒了天爸真好吃，我减糖做去吃。赞不赞？天爸真好吃，我减糖做去吃。有没有韵？讲看看呢？年轻人讲看看我们一起来说来。天爸真好吃，我减糖做去吃。对，阮爸做好吃，对不？阮爸天爸做好吃，我袂当做去吃。对，所以有历史的前车之鉴，让我们知道，神的祝福在这时代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永恒的祝福是在神的国里面，阿们。所以愿神让我们能够清楚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再读今天的我们的金句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再一次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多前书1章18节，所以我们传福音会碰壁，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传的不是属地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若没有进到里面，他们不可能体会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福音的好处，我们都享受在其中了。在得救的人，这是神的大能。但是对十字架，对外面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我什么时候要带十字架都可以，他带十字架不表示他就是基督徒哦。那我们就求神，让我们借着这十字架
告诉他们，这是关乎他们的性命，跟关乎他们的未来，跟关乎他们的后代的。我们享受在其中，我们岂能轻易放弃、放手不给人呢？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神国的奥秘就在于，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但是神把神国的奥秘隐藏在这世界，让教会今天可以承接起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阿们。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接下来这个礼拜就是受难日喽，对不对？那我们看这个礼拜的受难日，再回去给我一个点。好，再过来就是受难日。愿神给我们可以来了解，在棕树主日的今天，我们看群众是这样呼喊的：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应当是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吗？这一群人在经过4、5天以后，他们也是在呼喊，但是他们呼喊什么？一样针对的这一位耶稣哦，他们的呼喊是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愿神怜悯我们，也让我们知道，经过苦难就是迎向复活。阿们。经过苦难是可以迎向荣耀的。阿们。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说：经历苦难，迎接复活。来，经历苦难，迎接复活。这就是这个礼拜我们要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迎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愿神的灵引导我们，也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再一次的在棕树主日来迎接和平的君王耶稣。喜乐的心在飞翔，穿过乌云和惆怅，星星的口在升高，冲破怀疑和阻挡，紧抓应许向前跑，神的祝福在前方，大大张口向神讨，超乎所求心飞扬，喜乐的心飞呀飞呀飞，飞到荣耀宝座前，信心降临，飞呀飞呀飞，带下能力与复兴。喜乐的心飞呀飞呀飞，飞到荣耀宝座前，信心降临，飞呀飞呀飞，带下能力与复兴。在基督里就是国，一切都已更新。在基督里就是应许，一切都必成就。在基督里就是国，一切都已更新。在基督里就是应许，一切都必成就。喜乐的心飞呀飞呀飞，飞到荣耀宝座前，信心降临，飞呀飞呀飞，带下能力与复兴。信心降临，飞呀飞呀飞，带下能力与复兴。天父，谢谢你，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就为我们人类预备了一个住处，那叫天国，是神亲自掌权，是基督作王的地方。因为在那里面，我们可以享受那永远的和平，有平安跟一切的福分为我们预备。主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
唾弃了他，而在新约，你借着教会，我们可以承接这样一个福分跟国度。所以谢谢你，让我们享受在其中。即使你掌权为王的地方，我们就宣告那一切恶者的作为都要离开我们。特别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有属天的价值观，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救恩，即便是我们是软弱的，是残破不堪的，你依然你用爱不断的包容我们，用宝血不断的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的，是洁净的，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感谢你。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你求，主，在我们的身体上有软弱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天国的福分要降临下来，天国的恩膏在今天要降临下来。主啊，让我们凭信心说，主，我的软弱在你里面可以被得医治，并且我也要相信我已经被医治了。主，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今天有看见你的荣耀的彰显，让我们身体被你恢复的时候，勇敢地说出这见证，让我们教会成为神机骑士的教会。主，我们也有我们的缺乏不足，但是我们相信你必按时供应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单单的依靠你，跟随你的脚步。谢谢你丰富的主，谢谢你救恩的主，谢谢你医治大能的主，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全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有请潘牧师。神所爱的永光家人们，在这个敬拜当中啊，真是感受到我们
在神的里面享受到那敬拜的喜乐跟丰盛。阿们。就刚刚牧师的讲到，他后面呢也为我们祝福祷告。我们每一周都要来到圣殿，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喜悦祝福我们。当我们接受祝福的时候，我们就要带着信心。阿们吗？是。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在这个礼拜的导读，我们在马太福音。好，所以呢，这个导读的经文就是主啊，我们一起念。是，感谢主。那我们继续在经文的抄写上面，这些都对我们有极大的属灵上的一个帮助。好，下来。那今天是棕树主日，特别呢，我们在周报上面有看到这一份，有没有？好，在周报上面我们看到这一份是我们这一周的弟兄姐妹呢，我们都进入到对于耶稣的受难的一个纪念周。因为这一周是耶稣的受难周，所以这跟我们基督徒有极大极大的关系。那在这个礼拜呢，我们避免去餐厅然后去有什么样的娱乐活动，是我们透过这个文章呢，我们每一天有一天的一个经文的阅读，所以呢我们把这一章带回去，那一天看一段。所以呢从明天开始呢，耶稣就有许许多多他准备钉十字架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每一个组员弟兄姐妹也都来认识耶稣是怎么样为我们来钉十字架，这个过程要了解之后，我们如果传福音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如何来见证。所以呢，这个来带回去看哈。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消息好再回上去上月我们在这个礼拜呢，周五中午是我们的禁食祷告。礼拜五中午午餐，我们呢就禁食，然后呢用那个吃饭的时间，我们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祷告。为什么而祷告？为什么事情而祷告呢？为我们的国家，为世界祷告，为教会祷告。阿们吗？为我们家庭还没有得救的人来祷告。所以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透过这个禁食祷告，可以来服侍众人。好，那晚上呢，我们会到中和教会有一个联合的圣餐礼拜，特别请我们的长职能够来参加。好，接着下个礼拜呢，来留意一下，下个礼拜只有一场的礼拜，10点礼拜，来跟旁边的人跟他说，下个礼拜10点礼拜。这是在我们特别的节期当中，节庆呢我们都会有礼拜的时间的调整，所以呢，我们是联合的礼拜，不是9点，也不是10点45，是10点的复活节礼拜。所以下个礼拜是复活节哦。礼拜五耶稣钉十字架，礼拜六在坟墓里边，礼拜天当玛利亚这些的妇女呢，到坟墓要去帮耶稣呢抹油的时候，进去一看，看到什么？看到空坟墓。是，所以呢这是历史上可以证实的。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因此我们所信的是复活的耶稣，不是死人的耶稣，是复活的。所以下个礼拜是复活节。那我们呢，邀请我们的贝斯的，邀请我们的组员，特别我们的组长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最好的榜样。礼拜天我们的组长如果没有在这里听牧师讲道，那我们在周间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分享话语在我们的组员当中。是，所以我们的组长，我们的铁三角要跟神祷告，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哈。好，所以下个礼拜是10点复活节的礼拜。那我们下个礼拜呢，礼拜完之后呢，我们会分给大家复活蛋哈。好 ，OK， 好，我们期待。那我们母亲节是在5月11号。那大概我们都知道，妈妈呢是尊荣价，只要缴300块，那我们其他的就是缴500元。那我们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有460位报名参加。
好，将近470位了，所以我们只剩下3桌，因为我们只预定50桌，我们现在已经有47桌了，所以呢，赶快报名了哈，赶快报名。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聚集，是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你要赶快来报名，特别在这一天，我们教会呢为妈妈们有预备特别的礼物，是。所以呢，你如果要尊荣你的妈妈的话，不要只有去外面的餐厅吃饭，那个吃完了就没了。你把她带到教会的餐厅、教会的午宴，让她能够听见福音，跟其他的组员认识。然后呢，还可以被教会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来尊荣母亲，可以帮你做许多，可以让妈妈感受到教会这么的尊重妈妈这个角色。再一次的提升她，建造她，让她成为一个快乐的母亲。所以不管如何，你都要想办法，而且心里面祷告，让我的妈妈，让我的家人可以一起来参加。阿们吗？那我们这一天呢，我们不只吃饭，我们呢还有小朋友的他们的舞蹈他们要用舞蹈来尊荣我们的母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乐、一个欢庆的一个庆典，在511的母亲节。好，那我们今天要完成，赶快来完成报名。那已经报名还没有缴费的，我们也来赶快来缴费哈。好，接下来。好，那这是我们撼动星球，我们要持续来报名，好，所以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来报名。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幸福小组这一周准备要进场的，那我们现在已经认领了1201位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每一天都为他们祷告6周。这个弟兄姐妹呢，他们一定被神敞开他们的灵，他们是柔软的，是，所以我们为建宏，你知道他之前就是在这个名单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见证，所以祷告有没有功效？阿们。所以我们认领有没有功效？你知道吗？当我们提名的时候，他就是在神的位置上了，他就是在基督的位置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小组的时候，在 RPG 的时候，带着信心，带着权柄来宣告，我所提名的这个人必要得救，必要得救，必要得救。阿们。好，再接下来，那幸福小组等一下备课，我们副长来出席。好，那我们永和国中呢，在4月25号呢，就在下下周的礼拜五，那我们要邀请我们同工，特别是我们培育学校毕业的同工，可以来在永和国中，我们要来服侍这200个学生我们要把这200个学生分成一小组，那要不要很多同工来服侍？要。那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祝福卡，然后我们的同工来为他们祝福的祷告。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因为一组如果10个太多了，我们期待一组是5个人，然后就有一个配一个组长。我们不要只有在我们永光教会里边享受，我们把这个享受的福音带出去。阿们吗？阿们。这些国中生他们很需要从神来的一个安定感。好，那我们可以做，我们为他们祷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来报名，来参与在这个只有1个小时，他们的时间其实40分钟，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可以服侍这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所以请我们的小组长可以带着我们的组员一起来服侍哦。好，接着。好，那这个礼拜中永和的外教会的有一个祷告会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永光教会。好，那我们的礼拜一有我们长者的乐龄营那我们欢迎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时间可以的话，你在礼拜一都可以来参加这个乐龄营有很多的活动，然后健康的一些的活动。好，接着。好，那复活节呢？下个礼拜呢，我们的儿童在9点20分到9点50分，他们要在楼上找蛋、寻蛋有一个寻蛋的复活节的一个游戏。所以呢，我们小朋友呢9点20分在楼上我们的亲子礼拜要来带领他们。然后呢，他们寻蛋寻完了，他们会到3楼跟我们一起敬拜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联合的礼拜。好。再来是青少年有考生祷告会，那我们如果有这些的考生，你可以介绍他们。
好，你可以来到教会，我们有这些的老师们可以来为他们祝福祷告。好，那我们的教会呢，在这一段期间，4月14到18呢会油漆，然后会整修，所以呢我们再留意这个时间一下。好，那继续为我们的敏慧的爸爸金耀弟兄，还有秀友姐跟丽青姐，为病痛的弟兄姐妹，在 RPG 祷告当中也来纪念他们。好，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琼云，琼云在我们当中吗？琼云，好，我们的琼云有没有在这里？带小孩在外面是不是？哦 ，OK， 好，琼云，我们欢迎你，辛苦你了，琼云，我们热烈掌声。好，哇，好，我们的琼云，我们往后看是我们的琼云，哇，她带着她的小孩来到我们当中哈。刚刚有在楼上参加亲子礼拜，是那琼云是谁带来的朋友呢？佳宇，佳宇是不是？好啊，你的弟媳哦，好哈，哇，感谢主哈，佳宇他的弟兄姐妹他领受到这个爱，所以他也很愿意分赐哈呀。虽然孩子这样子哭，但是他在这里，因为他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大力的哭哈。感谢主，我们上帝也祝福这个小朋友。好，再来是亮恒吗？是吗？亮恒哈，所以亮恒是你的妹婿，都是我们佳宇的家人啊。感谢主，我们欢迎亮恒还有琼云，上帝大大祝福你们，上帝大大祝福你们。把这个恩典、智慧、健康还有富足都要加在你们身上。好，那我们的亮恒跟琼云来跟我们的迎宾同工呢，有教会的礼物要来送给你们，我们掌声给他们欢迎。哇，琼云也不简单哦，哇！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彼此来祝福。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来看旁边的人，给他大大的爱，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站立，我们请牧师来祝福祷告。愿上帝的国临到你的家，临到你所到之处，也愿主为王，让你生命有所依靠，更愿他丰沛的恩典、平安、喜乐大大降临在你的周围，也在你的心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大家平安。啊，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10点见，大家请坐。10点见，下个礼拜10点。